伫咧温顺富贵、风台季节要来进前，公路工务官、工程人员赶紧搁甲路面补一遍。因即马风台要来啊，路面有看到，你即马无去搭，有发现无去搭补吼，你即马雨水啊啥灌落去吼，可能会愈破愈大坑，伊就较危险啊！你即马路面常常车驶过，拄到一个窟窿足大坑的，可能伊链啊破去啊啥的啊。车辆来来去去，速度搁紧，咻一下就过。这是公路工程员工课的日常，毋那是即挂场面，逐工咧搬演，搁爱甲气刷奖列好好。热天的话哦，咧路面哦，拢超过60-70度啊，因为日头咧爆。等下你车的烟啉挂共款啊，迄落你日头下较风的，你手都袂摸一啊，系啊，手套挂咧嘛是爱落去迄落动啊，嘿。北宜公路的高弯18月，车速紧，车弯搁济，负责做工程，拢爱特别注意。车有当时咧挖吼，伊啊速度较紧的挖过，无看到冲入来嘛是拢会迄落啊，所以阮高位人员就是爱做认真的，伫遐爱看爱指挥啊。自北宜公路到台二线，拢总102公里，拢是警备工务单负责的范围。虽然这的风景水饺，但是天气的变化是互因上头疼的。阮若听到气象局若风台要入来的时阵，哇，阮就错咧等啊，阮就开始爱有前置作业，爱部署大水的时阵啦，因为拢对路拢较会有崩山，你爱伫遐顾，若崩山清完，啊，就是这驾驶人啊，这车拢通过安尼，看到大家拢安尼哦顺利安尼经过，啊，就是阮做路的人的一个成就。这，我落车一个吼，我看卖一个。做路、修路、确保公路会当顺，假日加班是做事上的代志。比如有民众甲阮讲话，路面有坑哦，啊赶紧来处理哦，无论如何嘛是爱赶紧到地标来补坑。哦，就到来，电话一直来卡来啊，那这个开车，等下我赶紧的时间啊，赶紧离开安尼，伊个7-11吧，暗时啊接电话啊，哎呀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公路唔只是路面的修补尔，嘛有这景观的绿化甲景观的改善。植栽区若是有迄杂草发起来，就爱拔起来。若树啊、插菜的物件会去插到迄公车还是大卡车，迄嘛爱甲伊修剪。其实迄开车的人啊，若是一直开，迄风景啊拢同款，迄视觉就会有疲劳的感觉。啊，阮若遮有一簇草啊，有一个无同款的树啊，啊，搁有开一个无同款颜色的花，拢会互迄驾驶人有一个惊艳的感觉。过路的人会甲我讲说：“小姐哦，这你做的哦，即马看拢足水的，甲以前拢无同款。”小小的鼓励话啊，就感觉心情袂歹啊。无论是好时好日，或者是透风落雨，因为有一定公路的工程人员，才互咱通行遍东西南北。